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Mandy 佐佐。今日咧我就介紹一隻 game 叫做簡稱係 GOD， 叫咩 Game of。咁我哋成班叫做 Game of Stick 啦，然之後咁樣讀咧。總之我哋咧就係咁樣讀啦。Game of Stick 咧最近應該幾流行，所以我咧就 down 翻去重玩，唔係重玩，好似重玩，好似以前玩過啦。大家咧記得好嚴重。係啦，入到去啦，我哋好。我用嘅角色係愛麗絲啦，之前抽中咗㗎。愛麗絲眨眼唔停啦，點算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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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入係啦，我哋終於撈翻入去啦。其實咧，我咧就應該最近咧就唔會再拍片啦。其實因為我哋要考試，我哋學校要考試啊，啩應該啦，唔係啊，係要考試。考試就嗰時就應該唔會就應該唔會拍片住咯。抽下嘢先啊！你就抽色仔。我之前抽中個愛麗絲係手抽第二次先抽中咗。我哋今日咧就嚟玩下先。算啦，唔好玩。我驚輸成次，玩神秘抉擇先。咁我撈入去先，我哋係啦，我哋撈咗入去啦。啊，慘啊！點解又左上角嗰個做裝先㗎？搞錯。好啦，隨時奉陪啊！我玩呢隻 game 好犀利，係咁贏㗎之前啊，迷你遊戲次次都贏嘅，好少機會會輸。邊可以咁㗎？黃金我俾晒佢嘅，唉慘啦！其實因為呢隻 game 最近都幾興上次玩翻，因為見到愛麗絲，因為我阿媽中意愛麗絲先至會抽第一次手抽第一次，但係點知原來佢就係怪誕神手，唔係呢隻 game 神手，所以就第一次抽完就點知抽咗隻畫衝浪嘅李文啦，抽唔中之後第二次又有鑽石嗰時咧，咁就抽一次，但係點知係抽中咗愛麗絲之後咧，即刻又衝咗大嚟咯。
三個都俾人違規跳槽。有啲驚啊！最近勁多嘢溫咯，所以先唔得閒拍片，同埋電話冇位咯。之前單呢隻 game 太貴，唔係太多位。熱節，哇！睬佢咁樣仲，我搞錯啊！冇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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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要冇錢啊！我應該要留翻張1週年紀念。而家變咗第一名，話咁易拎到第一名啦，因為我有錢收啦。拉到睇下先，全部都唔係我咁，用你啦 ，Go！ 哈！好嘢！收錢真係容易啫。哇！爭少少啫，哇嚇死我！哎呀，好彩冇錢啫，個細佬。哎呀，點解冇個細佬？金庫にお金がありません。11トリプル。我金毛嗰度竟然有喎，金牛嗰度竟然有。10トリプル。好嘢！ナイスアタック。5。保有都市強勢選挙。耶！有幾多錢呢？4億啫，唔係你啊！哎呀，好凍啊！11。保有都市。次のターンでスキルカードを1枚獲得します。ミニバトルスタート。来了 ，Go！ 哎呀！残念。
ゾロ目。都市占拠。11。保有都市強化。スキルカード獲リゾート地得。 2つ占拠。スコアがアップ。カードを1枚捨ててください。5。マイターン。ブラボー。8。那我也拉回去。ベッド4倍掛け。倍掛け4倍掛け。覚悟しなさい。じゃあ呢さ，唔正。リゾート地占拠。10。南瓜有咩用？マイターン。リゾート地2つ占拠。通行料アップ。3。啊？要坐監咯。次のターンでスキルカードを1枚獲得します。跌落我度，跌落我。2。ゾロ哎，目。對啊，真係跌落我度。都係兩得入錢嘅。 7。保有都市強化。贏咗啦！勝利。係啦，今集就已經嚟到呢度啦，記住喺下面 like subscribe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